选了第二个节目是时装秀，时装秀。第一个有3个，第一个是晚宴装 A 组，第二个是夫妻组，第三是民主风 A 组。所以首先，咱们请第一个晚宴装 A 组请出场，谢谢。还有可以穿的那么漂亮的晚宴装，第二组。
我睡了。接下来第二是夫妻组，好。英才礼貌，实在是真的没话讲。实在是很漂亮。现在他们下场，在场的我们长辈会、咱长辈会，每队就是爱学音安尼，接下来就是我们时装秀第3组民主风 A 组，是由我们长辈会宋老师他们所参加的团队。 很漂亮哦，他们都穿旗袍，而是这个是宋老师他们队伍是制片的舞蹈。如烟。
杨柳在雨中沐浴，杨柳缠绵的情侣，在青石不久的街巷里流淌着道道的雨息，淡淡的炊烟在雨中升起，绵密着最纯的旋律。江南的雨，柔柔的江南雨，你有温情滋润着爱的春意。江南的雨，江南的秀丽，一江春水梦幻迷。江南的雨，柔柔的江南雨，你有温情滋润着爱的春意。江南的雨，江南的秀丽，一江春水梦幻迷。在江南绵绵的雨季里，飘洒着朦胧的细雨，如烟的杨柳在雨中沐浴，杨柳缠绵的情侣，在青石铺就的街巷里流淌着道道的雨息，淡淡的炊烟在雨中升起，一缕沉醉春的旋律。江南的雨，柔柔的江南雨，你有温情滋润着爱的春意。江南的雨，江南的秀丽，一江春水梦幻迷。江南的雨，柔柔的江南雨，你有温情滋润着爱的春意。江南的雨，江南的秀丽，一江春水梦幻迷。江南的雨，江南的秀丽，一江春水梦幻迷。谢谢这么5位的那个漂亮小姐，谢谢宋老师你的带领，我想。接下来是第五是时装秀，是王燕庄女主。像草原广阔。
咱就受到咱长辈会嘛有法度晚宴庄，嘛有法度咱普通庄，实在真不容易。谢谢。现在要由时装秀的来台上跟大家说一声谢谢。有水无？哇！耶！哇！安怎爱乌无？谢谢。接下来我们要时装秀，是他们的休闲装，所以大家咱长辈会燕装自由休闲实在太不简单了，
所以请休闲秀的人请出场。哇，看他们的颜色真是漂亮极了。 这是第二队的休闲服。对，休闲装。现在是第四队的休闲装。现在由刚才跟我们表演的休闲装的几位来向我们各位答谢。哇，真是不简单，我们大家都要跟着他们学习。谢谢我们的休闲装表演，我选的这节目是时装秀，因所要来表演的是正式装进行的服装。
几千爱过，长长绵绵在唱这首歌。不问后世中我会爱情执着，起起落落有你陪着我。发誓说我爱你，我依然爱着你，一千年10000年，为你唱。谢谢他们两个的时装颜色的搭配，非常的谢谢。长长绵绵在唱这首歌，不管后世中我会爱情执着，起起落落有你陪着我，起起落落有你陪着我。好漂亮的他们的休闲装。现在我们下面接下来就是他们正式装要所有的要出来答谢我们长辈会，谢谢。不是哦。我想搞水一个哦。谢谢。谢谢我们长辈会的9位小姐穿的那么正式的那个正式装，多下音。接下来我们要时装秀，这个时装秀是由民主风 V 组第一，它有3地的日本、夏威夷、客家、越南、印度服装、缅甸服装。所以，请我们长辈会慢慢啊，给咱欣赏因的各国的服装，多谢。Tonight
的不简单。谢谢他们的3地：日本、夏威夷、客家、越南、印度服、缅甸服装的展览。我们现在2个人穿的是地地道道的缅甸装，但是呢，像我戴这个帽子啊，平时没有戴，只有那些国家的那些大人物，总统啊、总理啊、学校的校长啊这些，他们大人物才戴。现在是我跟他们借来戴一下。那么地地道道的缅甸装大家也看到了，那么地地道道的缅甸语呢，我先讲一句，阿鲁维明拉巴克米亚，它的意思呢，就是向大家问好。那么接下来呢，地地道道的缅甸歌，我先唱给大家听，是泼水节的歌。好，谢谢。谢谢吴建明先生跟太太给咱合唱这条因当地的迄个足传统的歌，多谢。接下来这个节目是时装秀，他们要表演是流行
时装。因今日即马出来吼，就是要表演咱即马所现时所流行的服装。不简单。现在他们接下来就是流行时装的几位小姐，她们要出场来答谢我们长辈们，谢谢。
最边的时装秀拄啊咱所看的，是因八位小姐甲咱穿咱上流行的时装，多谢。